这把眼睛帮忙这个，这不去个，就往你帮忙一个吃他，看着。说下臭老板，臭老板赢了，用这完了下，就跟你妈一不吃这个，这把眼睛帮忙说吧，这把眼睛帮忙吃吧，就你妈一不吃这个。他说是臭老板赢了，这把眼睛帮忙吃吧，我这就跟你就你妈一不吃他，你马上就得出去啊！你说是从哪把人呐？他把眼睛让了没当班了，让这小朋友的身体就压死。有的别个他把眼睛爸妈吃吧，让这小朋友的东西，这小朋友的东西，杀气翻动。啥时候都给把你干，什么都把你现在干的。现在手机丢了，在那个宿舍车上把姐姐，我了想，这半天就把我叫不出来，我都丢给你的。我了想，现在手机丢的你才是丢的大的，什么都不用给谁。要不谁要？你怎么？你的对当现在手机那个，说是错了吧？什么都不错，那么想。我这个什么说是说，这个什么都不大，抓他什么都不，穿都不给，大的，什么都不给，是不是？把那平板电脑把它说吧，我这是这个，弄完你把这一没上，啊，操，那什么都把你这个事了，前面你妈给不讲到反应吧，这把眼睛把马车吧，这不就是中间也没多，家里妈一把他。把姐姐帮忙，帮忙嘛！不干我是你人嘛！说个什么都不年的，是不是？那大多是地当地，说个了家什么都不年不起，是不是？哦，说个对呀，我们小。三个做的是吧？三个有的哦，你我们这个广东洋气的有了吧？你那些都不写的，是嘞，抽半天了。他们不说，我们说就把我送去冲，把年终奖就把他送，我们去这，你这个啥？哦，马上他的流量有点了，没有，马达是比你巴多，你这车子都转呢，我了想飞机上多谁就得，哎呀我操，一马达哦，叫我们干嘛不去了，我们就去工吧，是不是？其实啥过了啊？单独对吧？当你菜呀，我们这家，